嚟緊1月，iRun 特殊馬拉松再度起跑，喺跑道上人人平等，不論年齡、身份、障礙，只要你係熱愛跑步、中意挑戰自己，都可以享受比賽，喺 iRun 呢個平台盡情發揮。作為 iRun 嘅大師兄，今年已經係重生第3年參加 iRun。佢話 iRun 唔單止係比賽，更加可以改善佢嘅身體健康。做多啲運動咯，減肥咯。今次咧再跑，希望攞第幾名話？第3名。有冇信心啊？有。除咗舊朋友，iRun 今年亦有新面孔。智障跑手之外，更加首次開放俾更多不同能力嘅朋友參加，包括86歲嘅郭堅。24年嘅6月咧開始跑步嘅，到呢依家呢25年啦，差唔多1年半啦，差唔多1個禮拜練習3次啊，練習跑啊，因為跑步練習嗰啲肌肉啊，長者嚟講呢係好精神嘅。而精神復原人士智威亦都加入咗 iRun 呢個大家庭，體現共融同社區參與。有時啲職員啊約埋同啲舍友一齊去跑步啊，係咯，開心啲。由東華三院主辦，香港賽馬會捐助嘅 iRun 特殊馬拉松將於2016年1月11日喺金鐘舉行。今年新增1公里共融跑，俾更多不同能力嘅跑手同伴跑員攜手參與，體現 iRun for all。希望人人都能夠享受運動，展現自己。加油！透過 iRun，佢哋唔係被標籤差異，而係一齊分享共通點，努力練跑，互相支持，完成比賽。一齊跑步啦，大家試下有啲朋友啊，大家勤力啲跑步啦，去到終點啦。見到身邊好多新朋友仔咧，你自己覺得點啊？已經好輕鬆啲，非常好，好輕鬆，好愉快。iRun踴躍參加，唔係跑嘅，志在去攞獎嘅，志在參加，心情非常之開心，好興奮啊！因為呢個未試過噶嘛，一齊跑呢就係總之係開心啲啦，多啲人參加，增加身體健康。作為跑步嘅備戰，最好一樣嘢就係做翻你平時做嘅嘢，唔好做你平時唔做嘅嘢。食翻你平時食嘅嘢，唔好食你平時唔食嘅嘢。咁所以喺比賽前3日呢，基本上我哋全部都會減量，每日做翻一啲輕度嘅伸展活動，保持肌肉嘅靈活性，咁就得啦。加油啦！最緊要就係加油，放鬆嘅心情。每一個比賽最緊要係享受，能夠落場已經贏晒㗎啦。享受比賽，實踐 iRun for all，一齊盡情發揮啦！